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是的，幸福就是卸下重担给上帝。阿门吗？阿门。想象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，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。它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也不需要完美主义，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供应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一起来宣告，它并不是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也不需要完美主义，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供应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供应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遵循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让掌声献给神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涌流。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，单单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要透过今天与我们面对面，与我们来说话。我们一起来轻轻的来唱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涌流。我生命
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再一次从头来唱的时候，邀请大家，我们更多的是与神来对话，透过今天的敬拜，求神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我们要告诉他，我们要全然为你，全然的摆上我们的心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是的，神啊，你如此如此的爱我们，主啊，你也爱我们，如同爱别人一样，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去爱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，与你
不同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让我们手牵着手，让我们手牵着手。当你跌倒，我会在你左右，我扶着你，你陪着我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，与你同奔天路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，与你同奔天路。这时候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离开我们的座位，我们去找一个人，我们去为他做祷告，好吗？你可以跟你身旁的人做祷告，为他的一件需要做祷告。对，我们是彼此的需要，彼此的帮助。神给我们的爱，我们要分享给别人。请这位同工可以帮我们一下，就是如果有人没有祷告的对象的时候，可以互相做祷告。我们要互相成为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力量。因为神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要成为彼此的帮助。问问他的需要，问问他的祷告是什么，我们来为他做祷告。听听他的需要，听听他这礼拜过得如何，我们来为他做祷告。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，与你同奔天路。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，与你同奔天路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
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We are family in Jesus Christ。现在天父上帝，今天晚上是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你的爱，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中间。愿上帝触摸我们每个孩子的心，愿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你要坐下来之前，跟你旁边人说 ：We are family in Christ。We are family in Christ。请坐。为什么今天牧师要讲英文呢？好，因为今天我们有6，好，有6位好从夏威夷来的新朋友。好，我们请他们来站起來 ，Welcome Patrick's family。好，他们的 last name 叫做 Higa 吗 ？Higa family。好，这个我们要请你来上面，好，因为他们今天穿着他们夏威夷的这个 dress 哦，他们是真正的 dress code 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拍手来，阿罗，大家一起说阿罗哈。好，我们请那个伟华老师来介绍。好，来，伟华老师来翻译一下哈。好，这个 Patrick 是爸爸，好 ，Linda 是妈妈，好，卡黑 Kitty 是哥哥，阿黑阿拉里是姐姐，凯纳里是2姐，胡阿丽是最小的。好，对他们好，这是郑正仁牧师的女儿，好，林佑，好 ，Linda， 好，所以你们要不要跟大家说几句话 ？Would you like speech? Or Kitty say no? Or Kanani? OK， 好，大家再次拍手来欢迎他们 ，Welcome。好，那刚才也 cue 了伟华老师哦，因为他刚刚拿到师大的博士哦，我们来拍手恭喜。你不要来上台一下？好，这么年轻就拿一个师大博士，不晓得要做什么啊？好，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好，但是他就是没事，然后就是拿一个师大博士回来。好，那上帝的恩典哦，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牧师看到很多新朋友很高兴，好，所以就等不及讲到礼拜结束之后，今天我们还有看到我很久没有看到的于安呢，好，在那边，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黄于安，好，那个雨乔的弟弟啊，好，那他已经大学毕业了。好，所以很高兴，好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聚集啊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啊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是 这个上面没有改到，好，是 First Timothy 啊，提摩太前书的现在放的这个是第3章1到7节，我要确认一下哈。First Timothy 好 ，Chapter 1 Verse 1 to Verse 7。好，我们一起用中文来读第1节，请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好，给你按好了。好，第2节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，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。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精进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。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好，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管理自己的家。管理自己的家，有多少的人好？你梦想自己有一个家，好，你希望有自己的家，请举手。好，只有2个、3个，好，谢谢。那其他人呢？你觉得还没有开始有这个梦，好，你可能只是梦想着要赶快毕业哦，好，但是当你到了一个年纪，好，你可能会有一个 dream， 好 ，I want a house，I want to buy a house，
belong me， 好，是我自己的园地，是我自己的家。但是呢，这个家，好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家呢？在牧师好的人生当中，也曾经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好，我要说曾经，我这个笔好像不能，对，他不走了，嘿，帮我按一下。好，那这张照片呢？好，按，对，就是OK， 好，就是牧师跟牧师娘，好，还有允琪、允杰、允田，好，在拉斯维加斯的家。好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呢，好，那是2018年，好，说哇，在那个地方，好，这个每一个房子都很大，好，能够有一个家呢，那时候我们是住在教会的牧师馆，好，如果能够有一个家呢，好，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很认真、拼命的祷告，好，那觉得不太可能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好，在5个月后，好，我们就拿到钥匙，好，就搬进去。在美国买房子很特别，好，它的签约好很厚一叠，好，最后他就给你一支钥匙。这支钥匙呢，好，拿到手上的时候，好，你就可以进去。所以其实进去那一天呢，我们拿到钥匙那一天，好，那个房子里面都是 empty， 都是空的。可是那个晚上呢，我们都很兴奋，我们就睡在那个空的房子里面啊，睡在地板上面。好，因为呢，好有一个梦想的家。好，那这个梦想的家呢，好也在3年之后，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，好，也卖掉那个房子，就回来台湾了。好，那在上个礼拜牧师就任的时候，好，牧师有提到，好，那因为上帝的安排带领，好，让我们人生有了第一个家，好，但是它成为一个梦，好，成为一个回忆，成为一个 memory。但是现在牧师的家，好，从拉斯维加斯现在到哪里了呢？到台湾了，好，就在8楼。好，上个礼拜，好，牧师讲到说，欢迎上8楼啊，好，那也欢迎大家，好，能够来，好，上面有写个牧师馆哦，好，欢迎大家上8楼。好，那8楼呢，现在就是牧师、牧师娘、允琪、允杰、允田的家哦。那这个家呢，好，也很棒，好，也很大，好，每个进来的人说，哇，怎么这么大？哇 ，Do you feel it's huge, Kaikili? This house, really? Very huge, very huge. 啊，很大哈，所以因为太大了，所以呢，打扫得非常的累啊。陈雷有一首歌，好，叫做《欢喜就好》。好，里面呢有一个台语说，这个大厝歹摒扫，好，房子大呢，好就很难打扫，好，所以呢，好，这个住大房子要有心理预备，好，但这也是上帝给我们，好，让我们可以住在这个牧师馆当中。但是一个家，好，你要把它整理得井然有序，好，有没有很简单？不简单。好，这几张照片呢，好，我要感谢照片上的这些帅哥啊，好，他们呢在半夜的时候，好就来教会，好就来帮忙扛东扛西，好，然后从8楼抬到1楼，再从1楼抬到这里来，好，然后再从3楼抬到8楼，好，然后呢，好，但是呢，如果只有牧师一个人，好，因为那时候允琪还在台北打工，准备考试，所以只有牧师一个人跟牧师娘，好，2个人在那边打扫，哈，不晓得要打扫到何年何月何日啊，可能打扫到天荒地老，好，但是来了4个帅哥呢，就很不一样，好，怎么一下他们就跑掉了？因为他们都把事情做完了，所以就来不及想他们要做什么事情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有个感觉，哎呀，如果我有4个儿子，多好啊！好，但我们这个琳达现在有2个儿子啊，4个孩子啊，很开心啊。好，一个家好要打扫要整理，好，如果只有靠夫妻好是不够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家好，其实我们是住在教会里面，所以对我而言，好，不是只有自己的家好整齐干净，而是整个教会也都要整齐干净。好，你希望我们的迦南教会是一个整齐干净的教会吗？希望的就说阿门。好，但是呢，最右边那张照片，迦南插会，好，那个少了一个字，那个字去哪里了？在地上。好，那有人知道这个招牌在哪里吗？好，在教会的9楼的正后方啊。谁会看到这个招牌呢？好，公车站，好，在那个桃花源大饭店，你知道桃花源大饭店吗？好，桃花源大饭店，我有
教会有安排我去住过一次。好，住在那里面呢，哇，我很惊讶 ，surprise， 里面都是안녕하세요，好，감사합니다，好，都是 Korean 韩国人。那个桃花源大饭店住在那里的人，好，韩国人看到这个韩国的教会，好，非常非常的多。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十字架。可是他们从韩国飞来到桃园，住在桃花源大饭店的这个前景排好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呢，看到哎呀，我们前面就有个十字架，可是晚上不会发亮。下面呢的招牌看不懂什么字，跟他们的韩文有一点像又有一点不像。可是呢，那个字好像哩哩啦啦，招牌都掉在地上。这可能这个角度是我们平常每一个来迦南教会聚会的人看不到，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哀伤，所以就把它拍下来。这也是我们的家，是神的家，是我们在这边敬拜他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没有去维护它、去爱它、去珍惜它，在外人的眼中，这会成为一个你想要去的教会吗？如果你住在对面的饭店，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应该是一个鬼屋吧，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废墟吧，因为外面就这个样子啊，里面的人是能够看吗？里面的人是能够亲近吗？不会觉得很胎割吗？家不是只有一个硬体，家是关系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家是一个关系。Family is not a house, family is a relationship。老师，我这样翻译 OK 吗？好，谢谢我们的英文博士啊。家是一个关系，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一个 house， 看到了一个外表，但是比这个房子更重要的是这个关系啊。所以一个人，你可以从他住的家里面看出他的生活习性，他是不是只有注重外表而不注重内在？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座的年轻人，像允琪这么年轻的人，大概会做的事情，就是生活起居。你们觉得允琪的房间是很整齐还是很乱？都不敢讲。其实呢，他的房间非常的整齐啊，甚至呢，他有时候呢心血来潮，还会把他的棉被折成豆腐，还要拉线，还要切齐，一副感觉就是要把它拿去卖的样子。那这是经过训练，这个训练呢，来自于他去当兵，在宪兵队的训练，还有这个训练呢，也来自于他是陈牧师娘的小孩。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很爱要求这个孩子要注重自己的房间。但是当我们学习会有整理的习惯，会让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养成次序 order。所以家的重点不在于只有这个环境井然有序，我们也要让我们的 relationship 也要 in order， 要有整次序。所以你有没有看重你跟家人的次序有没有 in order 呢？在提摩太前书，我们从今天6月1号开始，我们的每日灵修就开始进入到 First Timothy 这一卷书，教导我们里面其中教导我们关于行政、关于聚会、教会的秩序。而这样的秩序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家里面开始的。而这样的家呢，它不是说你家大小，你家几层楼，你家有几个房间，然后有几套卫浴，在美国都在比这个，有几个厕所、几个幼儿浴、几个房间，然后有几个几个这个多大的 size。家在意的是这3个关系，我们一起说：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家庭关系。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家的秩序你要让 relationship in order， 就是你的 couple 的 relationship， 还有你的亲子英文要怎么说 ？family only family， 爸爸 老师博士，亲子关系英文要怎么说 ？family 还是 family？OK， 不是 kiss， 不是 kiss 啊。这个就是 parents and kids 的这个 relationship， 还有第3个，那家庭关系呢，又是 family。
又是 family。好，我要讲的是这个爸爸妈妈之间的亲子关系啊。好，所以这3个关系，好，我们来看，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开始。不要以为说你买了一个房子，你就有一个家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不要以为你买了房子就有一个家。什么时候你有一个家？自己的家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当你结婚那一天，你就有自己的家。好，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也可能从来没有人这样告诉你。你以为你有家了？好，我在结婚以前，好，我就有了房子、车子、金子、银子，还有这个好学位，五子登科。但是真正的家是在你结婚的那一天开始的。在你结婚以前，你不是你的家不是一个家，也不是你自己的家，可能是你爸妈的家，可能是你阿公阿嬷的家，是别人的家，但不是你自己的家。家庭的组成由婚姻开始，婚姻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？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说祝福啊。婚姻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，但是很多的人把婚姻看得非常的 negative， 非常的负面，觉得婚姻好这个 marriage 好是一个 curse， is not a blessing。好，婚姻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因为婚姻是上帝给我们在人生当中最长久的关系。你跟你爸妈可以住到几岁？你想要住到30岁、40岁吗？还是60岁？很难。好，你看大概很多的人，特别是在美国，还不到20岁、18岁，他就离开他的爸爸妈妈，好就要出去独立生活了。那你跟你的孩子，好也是一样，没有办法住多久，就算你生的、你养的，你的孩子到了一个年纪大了，他就会离家，他就会出去有他自己的天地。你跟你的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弟兄姐妹同一个 family， 你可以跟他住多久？好，也没有很久。但是真正在一个 family 里面可以跟你住最久的是谁呢？就是你的 couple， 就是你的另一半。所以上个月4月份，我们教会有一位100岁的阿公过世了。他呢跟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是96岁过世。他呢是100岁过世，他们总共结婚之后有了他们的 family， 到他的太太离开，比他先去见上帝，他们足足生活了超过70年，70年，这是上帝的 blessing， 上帝给他们的祝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为你的婚姻祷告，你只是想要去买一个房子，你可以住70年。就算现在它是最夯、最新、最豪华的房子，70年之后，它也不过就像是一个老房子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刚才牧师讲那对 couple， 在他们结婚70年之后，他们的关系是历久弥新，他们的婚姻是越来越恩爱。所以，即便这个阿公他自己已经身体虚弱、行动不便。但是他每天都只记得照顾他的太太，那时候他太太已经失智症，他的太太已经都只能躺在床上，但是他还是想着他叫看护要给阿嬷吃药，要给阿嬷怎么样？可是当他的太太走了之后，他整个生活的重心都没有，所以他他的健康直线下滑，不到4个月他也就离开了，真的没有生病，什么都没有意外，也没有跌倒。可是不到4个月就离开了。婚姻是让我们的生活、生命，让我们的家可以维持更久。上帝的祝福，阿们。保罗教导提摩太，我们要管理上帝的家，我们要成为教会的监督。监督的意思就是长老，elder。你要成为教会的监督长老之前呢，你要先在婚姻关系上面做到一个程度，这个程度叫做什么？无可指责。大家一起说一次，无可指责。结婚的人会不会去骂你的老婆？不会。结婚的老婆会不会去骂你的老公？也不会。好，我也不会。
今天我才被我老婆骂耶。你要做到一个程度，好，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上面无可指责。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婚姻上面无可指责？这就考验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 relationship， 经营你的婚姻，经营你的家。不是只有想办法去装潢 remodel 我的房子，而是要 remodel 我的婚姻，让我的婚姻可以一天比一天更甜蜜啊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1到3节，这话是可靠。谁有做教会领袖的抱负梦想，就是羡慕一件美好的工作。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：教会领袖必须无可指责，他只能有几个妻子？为人要怎么样？能管谁？管老婆？不是。管老公？不是。管自己。你的 relationship 是从你自己管好开始。你要管你自己的舌头，管你自己的脾气，管你自己的愤怒，管你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。生活有 discipline， 要有规律，并且你要乐意款待夏威夷人。好，从这个夏威夷来的，你就要乐意款待他们。因为为什么牧师很喜欢他们？因为当我去夏威夷的时候，我就住在他们家。好，那时候他们家很小，那时候是4个人、5个人忘记了，只有1间厕所。然后牧师娘他们去住呢，7个人、8个人，还是只有1间厕所，在那边住了50几天。好，在那边住了50几天。那时候是允杰、允田很小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乐意款待我们。后来牧师跟允琪也去住他们家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一个圣经教导我们的接待异乡人，而且更重要的，他必须善于教导什么？电玩，教人打电动吗？教导什么？赚股票如何买股票吗？教导什么？教导如何升官发财吗？教导圣经，教导神的话，不酗酒，不好斗，性情温和良善，不贪爱钱财。所以我们的家是提供我们一个训练场所，因为你有个 couple， 因为你有一个伴侣，所以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操练。好，今天牧师娘没有在这边，好，所以我不能一直拿她出来当例子。好，但是呢，我很感谢上帝，好让我因为在结婚当中，好，牧师娘训练我，我也训练她吗？我们彼此训练。好，其实应该是我们彼此的训练自己啊，改变我们自己。好，那个结婚前的陈柏志，结婚前的赖静怡，让我们而且有了孩子身份，成为爸爸妈妈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去体会、去体验，好，去 practice， 好，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。好，所以到今天，好，我的孩子叫我爸爸，好，我不会觉得很心虚。如果我18岁好的时候，20岁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孩子叫我爸爸，好，我会觉得很心虚。但是是因为我要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，所以这一些好，上帝让我们在家中的夫妻关系是很重要。家的第2个关系叫做亲子关系。现代人晚婚晚生，古早人几岁结婚？好，大概16、17岁，好，他们就开始就会女孩子那时候女孩子古早人，好，大概就是100年前的人，好，16、17岁，好，他们就已经论及婚嫁了。好，他们好从小呢，可能就是好，甚至还在当小朋友的时候呢，他的爸爸妈妈或是他的阿公阿嬷都已经帮他决定好婚姻了。好，但是现代人好没有，现代人我很忙，我一定要拿到博士才要结婚。好，我一定要拿到好这个主任，好，我一定要升到经理之后才要结婚。晚婚就会晚生，越晚生好，甚至就干脆懒得结婚，甚至就懒得生。所以台湾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排名第1，好，但是呢是倒数第1哦，好，倒数第1，好 ，from the bottom， 好，这个 number 1是 from the bottom。台湾的生育率是每2个人
结婚生不到一个孩子，两个人，你觉得好？如果生育率要好要持平，两个人要生几个孩子，生育率才会保持一样的？两个爸爸妈妈要生几个？生2个。如果你生不到2个，好，这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了。但是两个人都生不到1个的话，那个生育率就怎样？就更低了。2个可以生的一男一女，可是生的这个孩子呢，可能只有生到这个地方，好，他的脚生不出来，好，他的整个人没有办法生出来，所以这是一个统计数字。龙贤，明年要结婚，你有想过要生几个孩子吗？还没有，有在想哈。好，牧师祷告或是牧师拜托龙贤，好，一定呢，好要救我们台湾的生育率啊，好，但是不是只有靠龙贤，好，我们要大家都一样，好，说你的婚姻关系好可以祝福台湾，跟你旁边说你的婚姻关系可以祝福全台湾，你相信吗？有时候你会觉得，那我可怜，我自己都养不活了，我还要去结婚，我还要去生小孩。但是，好，你只要相信上帝，上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恐惧呢成为信心。婚姻的结晶，爱的结晶，就是你们的孩子。爱的结晶绝对不是一只猫，不是一只狗。结婚20年，结果只有养猫，只有养狗。这些猫、这些狗可以继承你的财产吗？它可以继承你的 DNA 吗？这些猫、这些狗可以继承你的属灵的生命吗？没有办法，它只不过是陪伴你。可是上帝给你的呢，就在你离开世界那一天，你的另外一半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之后，就从这个地表上面就没有了，因为你没有种下去。你没有种下去，当你离开这个地表之后，你没有种下去，你的上帝给你的就到你为止哦，就到你为止。所以，一个家庭的关系必须要有计划，必须要有管理。好，我们一起说：计划，要管理。这也是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常常为什么要开会，为什么要研讨，为什么要规划，好，就是要计划。为什么要检讨？好，因为为了要管理啊。提摩太前书3章4节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必须善于处理自己家里的事，使儿女知道顺从，事事敬重。什么叫做处理家里的事？就是你不是只有把自己的家弄干净，而是能够让自己的家 in order 到一个程度，你的孩子上完厕所都会冲马桶，你的孩子洗完澡那个浴巾都会自己挂好。你的孩子好会自己洗衣服、晒衣服、晾衣服，这个叫做善于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。今天很多的家长都是替孩子洗碗，包括我。今天很多的家长都是替孩子倒垃圾，舍不得让孩子倒垃圾，好，也包括我。但是一个善于处理自己家里的人，他是要去训练、去要求他的孩子。好，所以我不要再举例了，我的时间不够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知道，但是第5节说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处理，刚好相反哦，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孩子面前做榜样、做表率，怎么能看顾上帝的教会呢？所以你要进入上帝的教会服侍，你要成为一个执事，成为一个小组长，成为一个长老。你在家里面。好，你怎么组成你的家庭？你怎么样在你的家里面来训练？好，有纪律，这才是教会的祝福。如果你都没有去想过这一方面，你可能少了这一方面的操练，教会就少了这一方面的祝福啊。在这边要广告一下，好，我们7月8号、7月12号，好，这个 Kimo 的探索之旅，好，学员报名，好，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同学。好，欢迎来参加。好，我们要招生80名。好，虽然早鸟优惠已经过去了，好，但是呢，好多200块钱，好可以参加5天的营会，好是非常的划算，好非常，而且呢，终身难忘啊。好，这个是迦南教会夏令营的特色。
好，就是参加一次，好就会终身难忘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参加夏令营一次就会终身难忘，参加夏令营一次就会。虽然你现在其实不是国小了，好，不过呢，你还是可以去帮忙带领你身边国小的小朋友来报名。这个夏令营需不需要规划？需不需要管理？需不需要计划？好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营长，好，牧师从旁边看，哇，我们的营长，好，一直不断的开会，好，然后呢，我这些同工们，好，不断的，好来筹备，好，然后呢去演练，好，这样的传承，在某方面来讲，他们已经开始在做属灵的爸爸、属灵的妈妈，他们已经开始在建立一个属灵的家。而这样的家，好，就是在传承，好，就是在经营啊。这张照片，好，是牧师当青年牧师最后1年的照片。那个站的人就是我，好，跟现在有没有一样？那个时候好像头发比较长。在台下的照片的人呢，好，因为你们看不到，好，所以我已经特别标注一下。好，这个呢就是黄君毅，黄色的衣服。这个呢就是张木轩，好，非常的好认。这个呢就是婕妤。其他的人呢，好，实在这个画质太差了，好，所以好，还有一些人现在没有在我们当中。这是2011年哦，好，2011年5月30号，好，刚刚好已经满了几年，满了13年了，好，13年前在青年牧区的同工服事训练好的一个下午好的一个上课。好，在这样的训练当中，好，就是在训练这些青年同工，好，要起来服侍，也要成为属灵的父母。好，牧师很高兴，好，看到这么多的同工都成为属灵的父母，但是呢，牧师呢，好，也很遗憾，好，就是看到很多的同工还是单身汉，好，或是这个叫什么？女孩子要怎么说？单身女郎，好，牧师还是要为这些年轻人同工鼓励，好，之前牧师都会在教会有这个婚前辅导，好，那这个婚前辅导呢都会有一个面谈上课，好，那在去年还是今年，好，牧师好有在别的教会服事的时候呢，好特别用了这一套的婚前准备完全手册，好，这个教材呢非常的复杂。好，那这个复杂的程度呢，好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好，但是我发现，它的帮助效益是非常的大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正在辅导一对好这个师大毕业的学生啊，他们都已经在上班工作了。好，他的男朋友会一本这个，女朋友会一本这个。好，然后呢，每次上课的时候，好都要带这个课本来上课。然后上完课之后呢，好有当场的作业，还有回家作业。好，这个作业还包含。好，要回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，而且还要调查你自己的从小到大好的人生地图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牧师期待好，我们可以很快就来开这个课。好，但是牧师没有很多时间可以一对一对开。好，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可以开团体班。只要你还没有结婚的人，好，通通，而且在青年牧区服侍的人，通通强迫要上课。好，通通强迫上课。好，每个人都要上婚前辅导，不管你有没有另外一半。好，但是你都要来上婚前辅导的课。好，这样的目的呢，好是要让你们早一点好能够开始去思想、去祷告自己的家。而第3个，好，在提摩太前书讲到，我们的家庭关系是一个人前到人后。好，当牧师的小孩叫做 PK 是什么意思呢 ？Pastor Kids， 好，就是牧师的孩子。PK 通常都是最早离开教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看到非常写实的，就是他的爸爸或是他妈妈在台上讲道，可是讲完道回到家之后呢，他自己讲的在家里面却不是这样。他在台上教说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敬重丈夫，可是回到家也没有爱妻子。好，然后呢，要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家？要好好的爱自己的儿女。这些 PK 好，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好看到上帝的话这样被践踏，所以他们很早就会对这一些上帝的话感到失望，
灰心。好，所以牧师今天很高兴，好，我的3个孩子，我都没有逼他们来，好，可是他们自己会来到这边。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要来听我的讲道，好，他们一点都不想要听我的讲道，好，不然你们去问他们，因为他们都还比我还想要上台讲道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可能，他们在台下，对。但是呢，好，他们是因着迦南教会有伴，好，因为在迦南教会有团契，好，有爱，所以他们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哦。所以这也是牧师要继续努力的。而不论教会或是家庭，好不容易辛苦建立起来，但是这个家怎么样保持在最佳状态，可以永续经营？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在破坏我们的家，你一定要知道当有什么在破坏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它？防范，我这样没有发音有没有标准？没有标准，来结语解。没有不标准，防范，这个好，就是要去预防它发生哦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今天最后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教会领袖也不应该是初参加教会的人，免得这人心高气傲，到魔鬼的覆辙而被定罪。为什么刚来教会的人会心高气傲呢？因为他刚来到教会，他会很认真追求。当他追求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得到肯定，得到肯定，他就会开始参与服事。参与服事之后，好，他就会成为一个 leader。当他成为一个 leader 之后，他会觉得哇，我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 leader， 然后他就会开始骄傲起来，觉得我就是天选之人。觉得我就是生来好，就是要成为一个领袖，觉得上帝就是在万人当中、千万人当中挑选的我，所以他的 ego 会非常非常的大，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。好，在上个礼拜牧师的就任礼拜有来参加的请举手。好，上个礼拜天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好，没有来参加的，有来参加的，你就会得到一个精美的纪念品。好，没有来参加的。你想要这个精美的纪念品，好，也是有办法，好，就是要自己买，好，200块，好，但是只有登记1个礼拜，好，你没有登记，好，以后就没有，就会绝版，好，就会绝版。但是呢，在牧师的就任词当中，好，牧师写了另外一个完整版，好，完整版，好，有看到这个完整版的也举手，我看一下，大家都没有看，好，不客气，好，不客气，好，大家呢，好，如果你有留那个程序单。好，去扫一下那个 QR code， 好，在那个最后面有一个牧师写的就任词的完整版。这个完整版的开头写的说，从一个青年牧师到成为一个主任牧师，要经过多久的时间呢？对我而言，好，要经过的时间，好，是经过，我也忘记我写多少，16年，好，经过了16年。要从一个青年牧师好到一个主任牧师，但是我感谢上帝好，这16年好的带领好，让我可以不是6年就成为主任牧师，也不是3年就成为主任牧师。如果我是3年就成为主任牧师，你觉得我会怎么想？哇，我觉得上帝真的就是使用我、拣选我，我可能就会心高气傲。而中了魔鬼的计，好，因为以赛亚书说，魔鬼他就是想要与神同等，他想要跟上帝一样，他想要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呢，他就藐视轻看上帝而被定罪。第7节，所以这个教会的领袖在教会外面也必须有好名声，因为没有这个好名声，就会被毁谤。在教会外，怎么样让人家好名声？我们都是那种隐藏的基督徒，好，在教会里面，好，拍手拍得很大声，唱歌唱得很大声。可是出去呢，我们要祷告呢，我们都默默的祷告，偷偷祷告。好，我们在教会外面呢，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好，这牧师都有经历过。好，你让我穿着牧师服去坐公车，或是去坐火车，好，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压力？好，就好像穿着和尚的袈裟
然后站在菜市场的门口，好，然后拿着一个托钵，好，然后在那边请人家来，好，来那个斗内啊。但是上帝要我们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，不要遮掩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不要遮掩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，不要遮掩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。好，你要让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。这是我在当兵的经验。我在当兵的经验，好，就是我什么都不能带，我就带了一本圣经去当兵了。好，就带一本圣经去当兵。好，结果呢，第一天圣经就被没收，好，所以我就没有圣经。因为那时候呢，我已经考上神学院，好，因为我要去读神学院，我想要利用当兵那2年的时间，我可以好好的读圣经。结果第一天圣经就被没收，可是我还藏了一个金句卡，好，藏了1包的金句卡，好，藏在里面没有被没收。所以每一次呢，在出操的时候，我都每一天拿一张金句卡，好，然后就会放在口袋，好，然后有空的时候就拿着金句起来背，好，起来背。有一节金句让我背很久，好，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好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好啊，好这一节呢，好，因为不懂它什么意思，好，所以我背了很久。但是后来我也很喜欢这一节，好，因为好他必须要信有神，且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。当我们有信心，好，就会相信上帝会赐福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在军中，我一开始就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。所以当旁边人都在这个问候别人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阿祖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一起去问候？好，不行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好，当别人开始抽烟喝酒、打架、飙车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一起跟他们参一咖？好，你也不行，因为一开始就表明你是基督徒的身份。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好，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别人，好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但是你不用一进办公室，嘿，我就是一个基督徒。好，基督徒来了，好，你也不需要这样子，而是你要让人家好，在适当的机会让人家知道，好，我是迦南教会，我是一位基督徒。这一张照片呢，好是，今天伟谦没有来，但是爱童有来啊。好，前面有一个，左边呢就是 Linda 的爸爸，好，这个郑正仁牧师，右边那个人就是我。中间有一个跪在地上的，好，他在忏悔吗？啊，不是的，好，他是这个爱童的爸爸，敏哲什么长老，哈，大家我们都认识他是敏哲长老，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呢，他是执事，好，所以那一天呢，2011年好的12月4号，好，就是这个敏哲执事，好，封立，好，成为迦南教会的长老，好，我有查出他的编号，但是我今天忘了。他应该是编号40几号了，好，迦南教会的第40几位长老，而他成为长老，好，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监督。为什么能够成为长老呢？他必须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，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去问一问他的女儿，好，他的爸爸，好，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爸爸，基督的爸爸？然后呢，要去问一下他的邻居，问一下他的同事。在社会社区当中，有没有像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，还是不相称？如果能够好被肯定，好，上帝会使用他成为教会的长老。好，同样那一天，好，又有6位的执事设立啊，嘉瑜、嘉生、立志、正雄、翠林、上元。好，这里面呢已经有1、2、3、4，好，6位执事有4位，好，都已经当过教会的长老，当过教会的长老。所以在教会属灵的家当中，就是让我们好能够做属灵的父母。一方面做属灵的父母，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。好，所以家永远都在啊。上个礼拜上8楼，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1楼是什么？有了信心要加上，有了德性要加上，有了知识要加上，有了节制要加上。有了忍耐要加上，有了前进要加上，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再加上。好，这8项就代表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从一个 baby 婴孩 infant， 然后不断的长大成熟，而且你成为一个父母亲，好，你结婚父母，而且你会出去传福音，还会结果子，好，
你就变成 grandpa grandma， 你就是这样的长大起来。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，也是一个家成长的过程。所以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家，就是要管理我们的关系，管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长。所以今天分享这3个关系：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、家庭的关系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而这一张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迦南教会的就任拍的照片。这也是一家人，虽然有来自于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教会，里面有好几个牧师，但是当大家都在十字架的下面，当大家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开场的这首歌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We are family in Christ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会成为一家人。所以不论远近，不论男女，不论身份，不论文化语言、族群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一家人啊。他不走了，再帮我按下一张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月6月5号，是世界环境日，大家一起说一次。好，这一天呢是全世界大家都要一起来注重我们的环境啊。好，因为我们的地球，我们所居住这块地是上帝所赐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做好管家，没有去扮演一个管家的身份，以致地球生病了。好，在这边有一个影片，牧师要来跟大家分享，只有1分多钟的影片。看完这个影片，我希望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群人的这个的 idea， 而是你知道家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好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影片。还有空拍机，好，我们也给这个帅哥掌声鼓励一下。家的意义在哪里？就是你真的爱这个地方，爱这个土地，爱这个环境，爱这个教会。当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不足，当你看到这个地方有缺陷，但是你愿意，没有人叫你，你愿意自己弯腰低身，去把这一些的垃圾，把这一些的障碍，把它摒除。这就是一个爱，是一个行动。所以下个礼拜牧师要跟大家继续分享，我们要怎么样管理上帝的家。下礼拜要分享，我们要去管理我们上帝给我们永恒的家，在天上的家。这3个家是上帝要给人的祝福，而我们有一个地上的家，我们可以有几十年的时间去管理它，去爱它。但是让我们学习主动去爱人，阿们。在我们的小组分享，你可以跟你的组员们分享，你最喜欢你家中的哪一个地方？好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？为什么？然后家有3个关系：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家庭关系。你觉得这3个关系哪一个最有挑战？而如果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家，
记得家是从什么地方开始？婚姻开始。好，记得家是从你的婚姻来开始。好，我们为他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。所以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自己坚固永恒的家，同时我们要为离家在外的肢体来祷告。好，其实今天牧师要祷告对象可能包括黄于安哦。好，但是呢，于安呢，他今天还没有为他祷告，上帝就把他，我来问一下于安，你上一次来教会做礼拜是多久前？哦，3个月哦，那也没有离家太久了。好，那好，这个例子不够好，好，可能要再找一个别的例子哦。你可能知道有谁离家？好，这个家是迦南的家，离家已经超过了1年。好，你知道有谁吗？或是离家可能已经超过了3年、5年，或是更久。好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。好，因为他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家人。我们要求主带领，能够让他们找到一条什么路呢？大家一起说：回家的路啊！大家一起再说一次：回家的路。好，迦南的家。好，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我们为我们这一群肢体弟兄姐妹来祷告。求上帝让我们迦南教会就是一个上帝的家，让我们所在的自己的家，让我们能够经营上帝所给我们的家，让我们这个家不是只有眼前，也不是只有10年、20年，而是能够更远，而是能够永恒，而是能够看见上帝的心意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让我们的家充满着神的爱。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在耶稣里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人生的路。人生的路有山有谷，感谢上帝有你一路上陪着我，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，与你同奔天路。当我们再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要你能够看到刚才那个影片，你是第一个捡起垃圾的人，你是第一个愿意弯下腰的人，跟上帝祷告说：上帝，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愿意成为那第一个。虽然很多人视而不见，虽然很多的人假装没看见，但是当我看见了，我就要去爱，看见了，我就要去付出。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管理上帝自己家的人。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，在耶稣里。家人，让我的路
告 ，Let's pray。亲爱的天父上帝 ，Dear Father， 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 We are family in Jesus Christ。愿上帝你的灵、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充满在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知道你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就是要赐给我们有一个家，赐给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family。愿上帝把这样子的信心，把这样子的梦想放在每个孩子的心中，让我们勇敢去追寻，勇敢去建立自己的家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也是一种行动，也是回应神的恩典，更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所用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。我心切切渴慕你，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。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，你心事直到永远。我望我的神，你祈祷生命，献上我的赞美。耶稣，主耶稣，就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就用我一生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属于的家，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迦南教会的一员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当做我们的家，让我们可以彼此用爱来连接。我们今天将我们的金钱、才能、时间献上，为你圣工所用，求主你来悦纳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好了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去找一个比较不熟的人说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没有那么熟的哦，比较没有那么熟的哦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接，因
是因着耶稣成为一家人，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因着耶稣，我们会有自己的家。愿上帝把这样的家、这样的计划、这样的梦想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家而努力向前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也与你的家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Please be seated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子君。我们现在要先来欢迎新朋友，那刚刚都欢迎过了，我们就不请他们站起来。但我有一个人要介绍一下，因为上礼拜介绍他的时候他不在，就是陈怡君，对不对 Hello。我们一起欢迎他。怡君好。好，然后我们一起欢迎今天来的新朋友们，拍手欢迎他们。好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多去关心他们。OK， 下一页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退休会，有报名的人请记得6月9号的时候，我们7点15分在49号的1楼集合，然后7点半准时出发哦。好，下一个是60周年特刊的相片收集，然后这个是纸本的，如果你需要纸本的，可以到办公室去领取。那就是放上你的照片，然后你的名字，真实名字，然后所在的小组跟事件发生的日期、时间，然后简述一下照片的发生什么事，然后还有他的那个人的名字也是帮他标注一下，然后越清楚越好。那它也有电子版的，就是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描上传这样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是6月22号礼拜六的6点半到9点半，我们是跟南坎教会联合礼拜。那我们周六礼拜会一起前往南坎教会，然后就是小组，然后就是礼拜小组加交流。然后7月7号礼拜天是第4次的圣礼典，那要受洗的人可以在6月23号之前呢，向主任干事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。那成人洗礼还有坚信礼是要先完成基要真理的课程才可以受洗的哟。OK， 下一页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是圣经共读试办。共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后书，那是从5月31号的晚上到6月17号，每天晚上是每天吗？每天晚上的8点到8点半，然后可以在周报上面可以拿到那个 Google Meet 的会议代码还有网址，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参与。OK， 下一页。没有了，好，那接下来的是小组时间，那我们小组直直撞在一样教室亲子馆，好，亲子教室是吗？好，然后那个嘉欣在这里 ，OK 就在这里，好的，那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